3000。呢度1皮。Rider 2800，一嚿鐵，一個鞋，仲有一塊板，咁就成皮嘢咯喎！啲單板公司咪好乸賺，但係其實唔係咯，唔止唔好做啊，仲十分之難做添啊！講到單板，大家都一定知道 Burton。呢間公司係由 Jake Burton 成立，咁耐以嚟都係 market leader， 而且係佢一手創立咗單板嘅風潮。但係呢，雖然佢一路 sponsor 唔同嘅世界冠軍，喺單板領域一直都係最大嘅公司，但係佢並唔係你想象中咁大隻老虎。咁我哋打個比方，單板市場就好似呢嚿麻薯咁樣，而其他嘅體育細分市場就係咁大個麵包。就算 Burton 係 market leader 都好。佢分咗30%，佢都未必夠24、25嘅零頭多。幾好食。所以單板市場呢嚿包到底有幾大呢？嗱，單板市場呢嚿包呢，估計係有11到12億美金咁大嘅。咁同其他包比呢，咁就凄涼啦。嗱，好似健身設備呢，佢係差唔多有570億美金嘅。咁足球設備係170億，籃球設備140億，甚至去到冇乜人玩嘅高爾夫球、網球設備呢，都有120億同90億，甚至得幾個國家玩嘅棒球都有70億。而雙板設備呢，係差唔多過單板設備3倍。咁所以單板市場呢個規模係真係好細。市場細都算啦。仲有好多品牌同你一齊競爭。嗱，我睇下左邊唔同嘅牌子，據估計歐美再加埋亞洲就已經有超過100個品牌。嗱，咁我哋講下呢嚿餅點分。嗱，大佬就係 Burton 啦，唔使講啦。咁第二咧，根據行業嘅估計咧，就係 Nidec Group。咁呢個係嚟自一個瑞士嘅公司，佢哋仲收購咗大名鼎鼎嘅 Jones 啦、Yes 啦、Butterlong 啦同埋 Rome 嘅。咁第三名嘅 K2 同 Wipe 咧，佢哋都係一間大公司嚟嘅。咁 K2 佢本身喺雙板界已經好出名，咁 Salomon 唔使多講啦，好多爬山鞋啦。咁佢哋嘅母公司 Amer Sports 喺美國上市，咁兄弟牌咧就有奢侈體育品啦、始祖鳥，仲有 Wilson 打網球。咁其餘咧差唔多50% 咧都係俾專做單板嘅小品牌所佔據，而每一個品牌都有佢自己嘅獨特之處，好似 Jones 啊，佢嘅 Freewide 板出晒名啦。Capita 歐洲做啦 ，Nitro 大神專用嘅品牌啦，而日本品牌更加盡，譬如專做平花嘅板啦，專做 freestyle 嘅板啦，甚至係專登為女士而設嘅板都有。嗱，我好少聽過咧啲品牌咧，佢哋嘅 reputation 好差，每一個品牌都有佢獨特之處咧，有好嘅產品，所以咧對於我哋嚟講咧，就好易有呢個選擇困難症。點解會有咁多品牌咧？我諗你其實都估到啦。嗱，板啊、Bindings、Boots 啊呢啲咧，其實佢構造係相對簡單，所以佢嘅用料未必係平。而且咧，而家嘅 OEM 喺中國啊、中東啊、歐洲啊，其實已經擁有相當成熟嘅 know-how 工藝。咁如果你有錢嘅話咧，你其實已經可以直接去揾佢哋去幫你做新嘅板、新嘅品牌。啱啱亦都講過 Burton 係單板市場嘅 market leader， 大概有30% 嘅 market share。呢30% 嘅 market share 係俾到佢差唔多2到3億美金。咁對於 market leader 嚟講咧，呢個數字其實唔算多，甚至可以講係非常寒酸添。喂，你話唔係喎，2到3億都幾多下。咁我先同兩位老大哥比較一下先。Nike 差唔多500億美金一年 ，Adidas 270億美金 ，Burton 同佢哋比一個 department 嘅 revenue 都比唔上。你可能會講，喂，咁唔公平喎，你同 Nike 同 Adidas 比，梗係比唔到啦。咁 OK，我哋橫向同其他細分市場比較一下。打 golf 嘅 Callaway 一年係42億美金，係多過 Burton 差唔多20倍，而只係賣單車機嘅 Peloton 係都有27億美金，亦都多過 Burton 差唔多10倍。所以亦都難怪點解 Burton 曾經2度想買盤，就算佢係 market leader 都好，就算佢係單板嘅發明者都好，亦都所以兩大巨頭 Adidas、Nike 曾經都入過單板呢個領域。但係最後玩咗幾年就唔做，因為呢個 market 實在太細，唔止細，佢仲增長好慢。點解會增長慢？因為滑雪有門檻。你可能成日都聽身邊嘅朋友講，我今年冬天要去滑雪，但係有幾多人真係會繼續去滑呢？
嗱，我有一個數據喺度嘅。嗱，根據日本嘅報告指出咧，做咩又話我上台啊？咩可謂啊嘛？都唔使擺10個㗎。着 button 喎，支持下㗎嘛，執咗點算啊？10個人之中咧，得2個到3個咧係會之後係堅持去滑雪嘅。咁我當真係有3個人會出新手村去繼續去滑雪啦。咁幾多人之後會真係去買裝備呢？嗱，3個人之中咧，大概只會有1個人係去買裝備。所以10個人之中咧，得1個人咧係會買裝備去滑雪。你諗下買咗裝備嘅，佢會隔幾耐之後會繼續去換裝備、去買裝備、買新嘅 gear 咧？呢個數字係更加少。我同你講嘅啱啱所有嘅數據都係嚟自日本，而呢個數據係比其他嘅地區已經係高。你諗下日本人，佢哋出門口就可以去滑雪，所以你諗下其他東南亞，甚至係包括香港啦，呢個數字只會更加低、更加低。嗱，啱啱我哋講到呢一行唔止係細啦，仲競爭好激烈啦，仲增長好慢添。喂，但係會唔會佢哋嘅利潤能力好高呢？嗱，雖然 revenue 細嘅，但係我可以 profit 高噶嘛。喂，你一副板賣成3-4千蚊，嗱，答案都唔係。嗱，其實佢哋嘅 profitability 咧，即係佢哋嘅盈利能力咧，係比其他體育公司咧仲要低啲嘅。嗱，佢哋嘅 net profit 咧，據估計咧係得5% 左右嘅，而其他嘅體育產品咧，大概可以維持到10到15% 左右。咁好簡單嘅啫，因為你做唔到大貨咯，你做唔到大貨，啲工廠唔可以 full load。嗱，呢個問題就牽涉到我之前講嗰幾個問題。嗱，呢個市場細，競爭激烈，所以令到好多嘅單板品牌咧，佢哋係唔敢去做大貨。又你唔好諗住滑板可能得一塊板咁簡單。嗱，滑板咧佢仲分唔同類型，有 freestyle 啊、true twin 啊、directional 啊、walker 版型啊、camber 版型啦，仲有唔同尺寸咯，仲有唔同硬度，分男同女喎。又鞋都一樣喎。你有波鞋嘅鞋啦，廣帶嘅鞋啦，然後有唔同嘅硬度嘅鞋啦，分男同女啦。所以大部分廠，特別係中小型嘅廠咧，佢哋係唔敢做大貨，令到佢哋嘅成本係比較高。即係你已經食得少㗎啦，你嘅消費能力仲要好差。如果你有其他嘅資料，有其他嘅諗法咧，亦都歡迎喺下邊咧一齊交流下。嗱，有啲人就批評佢以前咧學生嘅時候咧滑雪真係唔使錢嘅，啲板咧幾嚿水啊，啲鞋又係幾嚿水。而家咧根本就afford唔起。嗱，對於單板公司嚟講咧，呢個真係兩難局面。嗱，而家大部分滑雪嘅人嚟講咧，就算唔係非富則貴啊，都起碼有翻咁上下嘅經濟實力。嗱，簡單啲嚟講咧，佢哋就係對價格相對冇咁敏感嘅，即係非彈性需求。嗱，非彈性需求係咩呢？即係如果我中意呢副板嘅話呢，我唔會因為佢貴500或者1000蚊，我仍然會想去買呢副板。所以換言之呢，你係做唔到薄利多銷呢個策略嘅，因為你平咗呢，你係其實會傷害到你嘅盈利能力。因為你啲客咧，就算你貴少少咧，佢都唔會介意去買你。但正正係因為呢種策略去維持佢哋嘅盈利能力咧，令到一啲想入坑嘅朋友，因為經濟嘅問題咧而入唔到坑。所以呢個就係兩難局面。但係都要老實講一句嘅，裝備只不過係所有成本嘅其中一環，甚至唔係最重要嘅一環。嗱，大家睇下好多香港人都熟悉嘅二世股，佢哋最近嘅雪票同埋佢哋嘅酒店費用咧，每一年咧都係10%咁樣增長。咁講完之後，大家應該都明啦。做單板公司咧係吃力不討好。嗱，佢哋表面風光嘅啫，其實大部分都捱緊，因為真係唔係好賺錢。不過咧，作為消費者咧，我哋未必需要好同情佢哋，而相反咧，其實可能對我哋咧仲有好處。嗱，我基本上就冇聽過有湊袋嘅公司嘅。咁如果你湊袋咧，喺單板圈入邊咧，你基本上係做唔到落去嘅。亦都同時，我都鼓勵大家咧，未必需要去啲好熱門嘅滑雪場，好似二世谷啊。咁日本咧仲有好多好好嘅滑雪場，佢未必咁出名，但係啲雪咧一啲都唔差。咁今次就講到你呢度先，咁下次我哋再傾，拜拜。